自2025年7月初5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良心清白，勇敢做见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30节到23章35节。隔日，指挥官爱在犹太人控告保罗确实的理由，就甲伊偷开，搁命令祭司长甲全议会组织，带保罗出来，互伊徛伫因面前。保罗注目看议员，讲：各位兄弟，我伫上帝的面前，照完全清白的良心生活，直到今仔日。大祭司阿拿尼亚命令徛伫保罗身边的人，甲伊献喙配。保罗对伊讲：你这个插甲白白的墙，上帝要拍你。你开庭应该照法律甲我审判，你竟然违法命令人拍我。徛伫保罗边仔的人讲：你敢骂上帝的大祭司？保罗应讲：兄弟啊，我毋知伊是大祭司。圣经有记载讲，毋通侮辱治理人民的长官。保罗一个知影，因中间有的是撒都该派的人，有的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就伫议会话讲：兄弟，我是法利赛派的人，是法利赛人的囝。我受审问，是因为仰望死人的国约。伊一个安尼讲，法利赛派的人甲撒都该派的人就起争论，议会嘛分裂。因为撒都该派的人讲无国约、无天使，嘛无鬼神。毋过法利赛派的人即三项拢有信。宣嚷的声哪来哪大，几若个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徛起来，极力抗议讲：阮找袂出这人有甚物错误，敢真正有鬼神，也是天使对伊讲话哦。争论哪来哪激烈，指挥官惊了保罗，互因拆喙，就命令兵落去对众人中间，甲保罗抢出来，带入去营房。迄暝，主徛伫保罗的身边，讲：着勇敢，你已经有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，嘛一定着伫罗马为着我做见证。过早起，犹太人斗阵计谋，就算若无杀死保罗，毋食毋啉。有40外个人参加这个阴谋。因去见祭司长甲长老，讲：我已经就动抓，若无杀死保罗，拢毋食。现在恁甲议会就要求指挥官带保罗来互恁，假做要较详细查问伊的案件。阮会准备好势，伫伊到以前，甲伊杀死。保罗的外甥听到这个埋伏的阴谋，就入去兵营，甲保罗讲。保罗就请一个军官来，甲伊讲：请带这个少年人去见指挥官，有代志要甲伊报告。军官就带少年人去见指挥官，讲：迄个犯人保罗叫我来，要求我带这个少年人来见你，因为伊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指挥官牵伊的手去边仔，问伊：你有甚物代志要甲我报告？伊讲：犹太人已经讲好势，假做要搁较详细调查保罗的案件，要请你明仔载甲伊送去议会。请你毋通听因的话，因为有40外个人埋伏伫等伊，因就抓，若无杀死保罗，毋食毋啉。现在因拢准备好势，伫听候你允准。指挥官就吩咐少年人讲：毋通对人讲，你有报我知即项代志。
然后叫伊转去。指挥官叫2个军官来，甲因讲，去准备步兵200个，马兵70个，甲骑枪的兵200个，通伫今晚9点出发去凯撒利亚。搁去准备马，互保罗骑，护送伊安全到菲勒斯总督遐。指挥官就写一张批，安尼讲：克罗地路西亚甲总督菲勒斯阁下请安。这人互犹太人掠去，得要互因杀死的时，我一个知伊是罗马公民，就带兵去甲伊救。我想要明白因控告伊的理由，就送伊去因的议会。我发现伊互人告是关系因律法的争论，并无犯着什么该死，也是着关家的罪。后来有人甲我报告犹太人计谋要害伊，所以我随时送伊去你遐。常时命令告伊的人嘛着伫你的面前甲伊控告。步兵执行命令，透暝将保罗带去安提帕底。隔日，步兵转去营里，互马兵继续护送。因到凯撒利亚，将迄张批摕互总督，嘛将保罗交互伊。总督读迄张批了，问保罗是倒一省的人，知影是基利家省的人，就讲告你的人到位的时，我才处理你的案件。后来总督命令将保罗拘留伫希律的公署。良心清白，勇敢做见证。当保罗满怀期待，甲福音传到外邦的好消息带转来信仰中心耶路撒冷的时阵，迎接伊的是甚物呢？是犹太人的敌视，甚至犹太人反对保罗的理由，就是伊甲外邦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。这阵话讲要甲保罗掠起来的犹太人，甲当时话讲要甲耶稣顶点十字架的犹太群众真类似。因哪像毋是歹人，是自认为做该做的事，坚守犹太律法甲条例的人。因停留伫传统，对自认为对的事固执，而且愈活愈退步，哪活也哪保守。因无法度接受耶稣基督，无法度接受圣神的感动，也轻看保罗所领受的感动。最后，这阵犹太人诚侪欺压、伤害无共意见者的人。详细想来，这类的人检采也常常出现伫你我身躯边。伫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，一寡拥有身份、地位、财富、名声和凡事顺遂的人，因为担心失去现有的一切，真容易为了保护这个物件，就搁较保守固执。因非但毋敢突破创新，反倒愈来愈保守，甚至打压异己，不知不觉落入甲犹太人同款的困境。那安尼，咱爱安怎才会当免于诚侪保守固执的人呢？我想，捌经历犹太人迄种固执、保守，后来大反转的保罗，的性命通做咱的参考。当面对犹太人的反对的时，保罗勇敢讲：“各位兄弟，我伫上帝面前，这完全清白的良心生活，直到今仔日。”保罗经历主耶稣的真光照耀以后，期待家己的性命会当为主活。蒙主呼召的保罗，怀着
未来的日子，毋是家己的日子，是甲主同行的日子的心志。就算知影会坐监牢，也无畏惧传讲主的道理。这般的心志，蒙主悦纳，因为安尼，迄年主点伫保罗身边讲：着勇敢，你已经有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，嘛一定着伫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保罗捌讲：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，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笑。我时时刻刻，特别是现在有够野的勇气，是我也是死，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安尼的心志，互保罗突破舒适圈，家己甲外邦人亲近，听点外邦人的文化处境，分享上帝的道，甲基督搁活的福音。甚至保罗明知转去耶路撒冷会受迫害，也勇敢转去，果然受掠。面对审判甲囚禁，保罗的勇气是多数人所欠缺，也是咱应该学习的。默想对伫崭新的事物，我通常是勇敢相刺，也是保守以对的。面对崭新的事物，我通常是勇敢担刺，也是保守以对的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勇气的源头，主爱的天父，你的同在是我上大的力量甲盼望。恳求主的神带我，互我会当勇敢突破自身的限制，不断学习新的事物，通好拍破自身固有习惯的情结，不断经历主恩的丰富奇妙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